我写了一个仿佛没有帮助到大家的答案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阿拉斯可以出去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在认真思考哎。不是，这是我认真思考过后的结果，好不好？欢迎来到汉尼班赏书。那我们今天也要进入是大家最喜欢的独家暗字 C。没错，要暗字 C 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美丽的钢琴公主高启莎。又来了，好烦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云林长妹妹董优妮。大家好，我是客顺嘅 Pia。大家好，客家人你一定要认识我是 Fish。大家好，我是屏东晋江一瑞法阿拉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一样，就是当然大家给出最独家的暗字 C 的提示，要帮助我们佩瑶坐在正中间的猜题者。游戏规则也是一个合作游戏，四个提示人要写下答案的提示，含讲由行人念出来。哦，声音哦。提示当中係講要重複一次，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敗機會，係講條一敗團唔錯嘅。聽耳到做得用 QQ， 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完成任務了。佩瑶的話就可以先戴上你的耳機。好，那我要公布我們今天的題目嘍。好，來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暈車。哎，因为很容易撞字哎。我要猜一下大家会写什么。对，真的。我跟你讲会撞翻。好了，我只能写一些旁门左道。结果全部人旁门左道啊。哎，有可能哦。总是学不会。再聪明一点。那我们都 OK 了，对不对？准备来，1、2、3，请翻版。没有吐哦！动起来了！可是可以啦。可以，你哪一个会？你哪一个要查？我写了一个仿佛没有帮助到大家的答案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阿拉斯可以出去了。我看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在认真思考哎。不是，这是我认真思考过后的结果，好不好？好，都 OK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需要请八音老师救人的，请 Q 他。不用救我了，我没救了。魔法认真思考。好，那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板子要先收起来，尽量不要让他看到喽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 Q 他回来啦。哦，用3手，这么久，是不是又挖掉什么东西？准备好要给你的暗字 C 了。好，那我们从姜老师这边送盘，送饭。 OK， 没有，送盘。 好，饭不是吗？不是饭，盘，吐，诱人，丑多行山路，丑都就是做到，做到走山路。哦，哎，不可能2题还想不到答案吧？我跟你讲，砸掉了。关键在我们两个。这你们好。我咧东岛万路上 L。 过了很多弯路，然后想吐。来了！然后结局就是阿拉斯的最重要哦。魔法认真思考，没办法认真的思考。对，所以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？是什么状态吗？是一个状态。听我，好，我发现我蛮会写的。你蛮会，他们来了，起榜瘾来了。佩瑶，你第一轮的答案是。我们手在这里，可以，加油！大佬啦，晕车。你那个好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我是被这种
光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好挖到而且我了。跟你讲，还好它有 porn，我有 L，就是我已经想到它可能写哎呦兔了，。我觉得弯路是重点。哎，弯路那你觉得无法认真思考是重点吗？有人说过你很会写吗？有哎，有哎。好，那恭喜我们的佩瑶答对啦！我也猜。两发都发我来猜。行業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巴比巴士，一瓶 coffee，有 tea，還有米糕，你講下你。等下哦，冇誤會哦，捱咩溫態度哦，捱家下彎彎彎彎嘅山路吼，啲嘈茶誒一下下來吼，感覺條那擋款，哦，真厲害。彎彎彎彎。意思就係彎來彎去，唔係赤赤嘅路，行啲款啊！彎就係彎彎，甲彎反樣都回轉，彎頭看，回頭看。唔但唱做得形容山路哦，咩做得形容河巴，唱緊南美洲有彎彎彎彎嘅亞馬遜河，彎彎彎彎。山路，從我家下觀察嘅世界吼，感覺頭拿當款，又感覺當上盤，還有 L 嘅稀冷汗，一個世界咯。同大家講哦，我多休息，看看每個嘅風景，咩做唔定見拿手機嘅看哦。另外款一個是試驗強，咩做得講顯，還有一隻講法當等一下個，都頭顯腦。變，嘿，咪當等一下噶，我接哦，以前吼考數學嘅時節，哦，算到我對頭顯腦變嘅，迄做得看顯勤嘅話吼，我可能就木當當嘅想咧，觀察盤 L 頭顯腦變。真建議提醒大家，做唔得同埋共用哦，嘈茶誒，千萬做唔得看手機誒，所有嘅交通工具做共用，火車啦、高鐵啦、台鐵啦、乜嘅茶誒、船誒啦，全部做共用。愛認真嘅嘈茶，安尼頭腦真唔會閒。交通工具，來，我做人注意了，我是茶哦，無眼我混茶哦，吼，來，板凳我吼。嘅安全帶搭好嘛，搭好嘅吼，點頭啊，做得好嘅吼，來行咯，牙齒了吼，排水啦，吼，做得好，出去了了，来道具上，来薯條，來薯你先把不要照现在，相对，好，OK，来，他还是音乐有吗？還沒，哦，對，還沒，誰能幫我按？忘記了。你是不是覺得總是學不會，再聰明一點？